非常感謝主嚇，願大家都平安。喺5月嘅，哇，好快嚟到5月啦，年中你已經嚇，光陰真係非常嘅迅速嚇，我哋真係好好嘅珍惜時間。5月嘅第一個主日，我哋能夠一同嚟到健康嘅、精神嘅坐喺聖殿裏邊嚟到敬拜，真係主嘅恩典。喺2025年咧，我一直都希望係透過一個中心嘅信息嚇，就係喺聖經當中嚟到學習點樣嚟到跟主同行，在今天。最緊要係在今天，我哋能夠實踐聖經嘅說話。因為聖經我哋知道，對我哋基督徒嚟講，唔係一本普通嘅一本嘅外邊嘅人非信徒以為我哋一本宗教嘅書，而係真係實實在在係我哋一本關乎我哋屬靈生命嘅書。冇咗聖經，我哋冇辦法明白神嘅心意喺我哋心裏邊，我哋點樣過我哋一個新嘅生命。所以我哋屬靈生命嘅成長，在乎我哋願唔願意嘅誠心嘅、忠心嘅、虛心嘅嚟到去睇聖經，同埋更重要嘅應用喺今天嘅生活入邊。所以今日咧，我繼續同大家一齊查考喺舊約出埃及記。雖然好似離開我哋已經係幾千年嘅時間嘅一啲嘅以色列人嘅歷史，但係從佢哋嘅生活嘅歷史入邊，我哋體會到今日我哋喺今天嘅社會入邊，我哋一樣係經歷緊同樣嘅喺曠野嘅路程。我哋可以嚟到學習，一定可以應用。如果唔應用，實在嘥咗聖經寶貴嘅一啲嘅信息。我上次已經講過一次，佢哋出埃及時候嘅情況，同埋將出埃及記作一個嘅大概嘅總結。嗰度講到埃及就代表咗我哋今日信徒生活喺一個世界邊係充滿罪惡嘅誘惑。法老王就代表咗喺當時佢唔准以色列人出去敬拜佢哋嘅神，好似今日魔鬼撒旦係拉住我哋好多人唔好去信耶穌，唔好去教會一樣，係扯住我哋嘅。摩西就代表咗預表基督係要釋放我哋離開呢個罪惡世界，去到神嘅國度，入到應許之地，就係迦南地。但喺入去之前要經過一段曠野路程，所以佢一開始同摩西講得好清楚，你哋出去嘅時候要先去一個山，就係當時第一次耶和華神對摩西顯現嘅地方，個西奈山地方，話佢聽你會再翻嚟呢度。你都唔使驚，你一定翻到嚟呢度，你唔使怕法老王，我會帶你翻嚟呢度。呢就係證明我差派你嘅證據。呢個就話俾我聽，神應許我哋差派我哋做一件事嘅時候咧，佢應許嘅結果一定會實現。主要我哋肯努力，主要我哋肯努力。嗱，當然摩西唔係咁順攤，即刻就答應嚇。所以今日我就要講摩西嘅心態嚇。所以曠野路程咧係信徒必經嘅，我哋一定會經過生活上一啲嘅艱難。大家唔好驚，無論係身體上或者係工作上或者係人際關係上，你遇到一啲困難咧，呢啲係曠野嘅操練，係必經之路，我哋係可以得勝嘅。所以我好希望透過出埃及記同大家一同嚟到分享點樣將以前嘅以色列人嘅經歷，要喺今日我哋信徒嘅屬靈生命喺曠野路程喺世界邊嘅掙扎，我哋點樣能夠去得勝。我將呢個出埃及記總結咗一句，就係箴言書所講嘅16章9節，佢話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為耶和華神指引他的腳步。儘管以色列人去籌算佢哋應該點樣走去曠野路，終歸佢哋都係要跟神嘅說話去做，先會得勝。佢哋第一代人冇辦法做得到，結果佢哋要第二代人先可以能夠得勝，入到迦南地。呢個係對我哋一個好大嘅境界。今日咧，我就抽出其中一個重要嘅主題。我哋個個都覺得摩西係一個好偉大嘅屬靈領袖，佢一定係掂嘅做嘢，冇錯。佢後來做嘢係好掂，但係佢最初起步時候同我哋一樣，係經過好多嘅掙扎，好多嘅軟弱。所以今日我題目就話係乜嘢難咗我哋侍奉神咧？咁即係講得口語化啲，係啲乜嘢啊？所以我寫就唔好咁寫，係乜嘢啊？國語書撒難咗書封神，即係你都知道啦，有普通話。為啥咁係為什麼？佢唔會講為什麼噶，所以我去得大陸多咧，都要跟佢哋講啲即係日常嘅用語嚇，咁啊比較道地啲啊。我希望我嘅信息能夠道地啲嚇，唔好太離地。所以係乜嘢難咗我哋侍奉神咧？咁弟兄姊妹可能心中有個答案，但係今日個問題咧就係話，就算你睇到一個好成功嘅屬靈領袖，佢起初所遇嘅掙扎同我同你係一樣嘅。同我同你係一樣嘅，就以利亞先知佢都係一個普通人，聖經入面都係講話佢都係有軟弱嘅時候嘅，都係要需要神嘅管教、栽培我哋每個人嚟到成長。
首先我相信每一個常常嚟教會嘅忠心嘅信徒咧，都會知道我哋信徒嘅生命入面一定要把握機會侍奉神，一係耶穌基督吩咐我哋、鼓勵我哋嘅。我先睇約翰福音12章26節，耶穌咁講過：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裏。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呢個係結果，就係我哋得到祝福。唔係耶穌咁講啊，唔係淨係耶穌咁講啊。舊約申命記神已經透過先知摩西講，舊約申命記10章12、13節嗰度話，摩西話：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為要叫你得福。原來神要我哋做嘢係要叫我哋得福。從舊約到新約，耶穌都講都係一樣。新約耶穌就話我哋能夠與神同在，就係我哋一生最大嘅祝福。我相信一啲經歷與神同行嘅弟兄姊妹喺患難中經歷到神嘅同在，你都會同我同聲說阿門。真係，我哋嘅信仰係一個經歷嚟嘅。我哋信仰唔係一個口號，唔係一個生命嘅求平安、求發達、求升官、求家宅平安、萬事如意嘅呢啲咁樣嘅一啲嘅宗教思想。我哋真係一個經歷與神同行，在最困難嘅人生裏面，我哋仍然能夠堅強度過。呢個係我哋做基督徒最大嘅祝福，大家千祈唔好失去呢個福分。所以我哋要把握機會嚟到侍奉。咁啊，當然啊，牧師你梗係想多啲人侍奉啦，你少啲嘢做嘛？唔係啊，越多人侍奉牧師越多嘢做噶。啊，教會個個都唔侍奉咧，牧師好開心噶，按時出糧得噶啦。唔好意思，我咁講，牧師得生活供應咧係應該嘅，聖經搞得好清楚嘅，喺神嘅僕人、利未人都係冇分到地嘅，以色列人係要供養佢哋。結果因為以色列人冇切實供應，結果搞到聖殿係被破壞嚇，佢哋嘅敬拜生活好敗壞。所以我哋侍奉神，其實係好似今日帶領敬拜嘅兩位姊妹講係理所當然嘅。羅馬書講呢個理所當然唔係話一定要逼你做，而係話你做嘅時候，你會覺得原來我係做係好過唔做，係甘心樂意嘅。你覺得係？梗係應該做嘅，做咗之後你覺得唔會被揾笨嘅，梗係應該做啦，點會唔做咁笨噶？係調翻轉講嘅。未做之前你覺得我做就好笨喎，嘥時間。你做咗之後，我保證你就係我唔做就笨啦。牧師唔會呃你噶嚇，我保證啊。鄭牧師，如果你有邊個揾到我呃你嘅咧，你嚟話我還翻4倍俾你啊，好似該撒咁啊。我係照正聖經所講，聖經點講我就直講，我唔講我自己嘅諗法，我係從聖經嚟到領受。摩西咁偉大嘅領袖一樣有軟弱嘅時候，弟兄姊妹，所以我哋唔使驚，我哋起步就唔知點侍奉神，我冇才幹，我冇能力，我冇時間咁。你有心嘅咧，就一定有，一定有。所以今日咧，我同大家嚟到用啲時間睇下，到底摩西起初嘅時候點樣嚟到同神嚟到傾偈。神點樣嘅一步一步嘅嚟到解決摩西心裏邊難咗佢侍奉嗰啲嘅困惑。出埃及記3章11節嗰度話，摩西與耶和華神與摩西面對面嘅說話，好像人和朋友說話一樣。呢個就話俾你聽，摩西的確係好成功，但係佢起步嘅時候定不是這麼成功。但係神起步就已經同佢講說話，知道佢心係好嘅。甚至喺民數記12章，神親口嘅稱讚摩西，佢係摩西係我神家裏面全然忠心嘅僕人。如果仲記得主耶穌稱讚分才幹俾僕人嘅時候，佢會俾咩嘢？佢哋俾咩去報酬喺天國咧？最大嘅獎賞係咩啊？大家記唔記得？耶穌俾我哋最大嘅獎賞就係你係一個又良善又忠心嘅僕人。佢對5000兩才幹嘅。2000兩才幹嘅都係咁講，反而1000嗰個唔肯做，佢就責罰佢。所以耶穌係完全睇我哋有冇心，盡心盡性盡意去做，唔睇我哋做嘅量，因為佢對每個人嘅吩咐都唔同。所以佢話摩西係一個全然忠心嘅僕人，我哋都希望好似摩西咁做一個全然忠心僕人。所以我哋要了解下點解佢起初嘅時候都會有掙扎，我哋有冇試過啲掙扎？咁成為今日我哋克服呢啲嘅障礙啊！首先，如果我冇太多時間，我希望你哋都睇過出埃及記嚇第3章同第4章都係講神同摩西對話嘅內容，講俾佢聽要佢做啲咩嘢，就係要佢
睇到神嘅喺荊棘火焰中顯現之後就要差派佢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受困苦嘅地方。就好似今日我哋做神嘅僕人，或者我哋係弟兄姊妹願意傳福音嘅時候，將人哋帶離開未信耶穌以前被罪惡捆綁嗰種嘅敗壞嘅生活。而呢種敗壞生活有時佢哋都唔知嘅，我哋要盡力咧嚟到帶佢哋翻出嚟。所以佢命令摩西嚟到行神蹟奇事喺法老王面前。法老王就代表魔鬼呢種勢力，唔俾以色列人離開。所以今日我哋同樣靠住聖靈嘅同在，我哋可以將人帶離開罪惡，嚟到接受耶穌基督嘅福音悔改歸主，係一樣可以。我先睇到下一段嘅經文係神點樣開始同摩西嚟到對話。出埃及記嘅第3章，我哋溫習一下第1至10節嗰度話，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的羊群，一日領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即係指同樣嘅西乃山。有人話何烈山可能嗰個山脈，西乃山就係嗰個中間嗰個神降臨與以色列民頒布律法嘅個山所以其中一個山就叫西乃山，就喺何烈山嘅山脈入邊。耶和華使者喺荊棘火焰裏向摩西顯現，摩西看見，不料荊棘被火燒着，卻沒有燒毀。佢覺得好奇怪，可能見過有山火，每3個燒完之後咧都變晒炭嘅。係啲荊棘燒極都唔會變炭啦，咁好嘢咩事咧？咁咪走去過者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毀咧？所以神好多時咧呼召我哋去做啲嘢時候咧，都會俾一啲嘅異象，而呢個異象咧係你自己先睇到嘅，旁邊人未必睇到所以我哋要留心神俾我哋嘅異象耶和華見他過去的要看，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裏。弟兄姊妹，當神呼召你嗰陣時咧，你就要學摩西咁樣，我在這裏我在這裏。你要聽，如果你唔聽嘅話咧，就會忘記咗神對你嘅呼召我曾經都試過忘記咗神對我呼召好多年直到神要真係嚴厲管教嘅時候，我先至真係醒翻，豎起耳仔聽神講說話。所以真係一聽到神嘅聲音，一定要留心聽如果唔係就浪費好多光陰。咁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先介紹佢自己，同埋話我哋朝見神嘅時候咧，第一樣我哋要預備我哋嘅心，要保持聖潔，要做好一個心嘅準備咁摩西就蒙上臉，因為怕看見神。呢個表示摩西知道自己有罪，唔配見神，所以蒙住呢個面，係一種謙卑嘅行動。所以我哋服侍神嘅時候都要謙卑。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管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就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出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迦南地。就好似神呼召我哋今日將耶穌基督嘅福音傳俾嗰啲未聽到福音嘅人，讓我哋脫離罪嘅捆綁，悔改歸主，入到新生命入邊，嚟到領受神嘅祝福一樣。現在以色列人嘅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將以色列人從埃及中領出來。短短嘅10句經文，其實神已經將整個計劃要做嘅嘢講得好清楚俾摩西聽。摩西係留心聽嘅話咧，佢好明白嘅，心中佢係一個聰明人嚟嘅。咁摩西點樣答神咧？我已經講咗，佢唔係咁順攤話好我去咁樣，冇，佢諗辦法去推遲。佢推遲得好聰明嘅，佢唔會第一句就我唔做嘅。佢先諗啲辦法有個下台階，即係我唔 qualify 嘅，我唔得嘅，你唔好揾我。第一個就話我係邊個啊？你點解揾我啊？點解揀我先？即係我有咩特別長處先？有咩好地方先？摩西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中領出來咧？即係佢心目中法老王係高高在上嘅，而且佢因為驚法老王40年前就係走佬，就係驚法老王殺佢。如果叫我翻去，咪即係送羊入虎口去送死？唔好制啦！呢啲嘢你揾第二個啦。咁即係佢心入邊有呢個咁嘅盤算嚇。等於今日，如果你叫我鄭牧師，你不如打電話去揾阿川總統講幾句啦，等佢放寬下啲政策，等我哋唔使咁辛苦啦咁樣，我就會同你講，我係咩人啊？我打佢會聽咩咁？最近有個朋友同我講過，未必啦。
你打嗰陣時記得話你係姓習嘅，託你打俾佢得㗎啦，佢實聽㗎咁樣。啊，呢個講笑啫嚇。神咧講更好嘅説話啊！正我講你忘記咗佢啊。出埃及記3章12節，神就話：我必與你同在。弟兄姊妹記住呢句説話。神對我哋説話，往往第一句都係話我必與你同在嚟開始。只不過有時我哋唔記得咗，摩西就係唔記得咗啦。嗱，摩西唔記得有原因嘅喎，佢係有啲過去嘅傷痛令到佢覺得唔得嘅，就算呢樣神同我同在都冇用嘅。神話我要將百姓從埃及地領出來之後，你必在這山上侍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嘅證據。神即係話俾摩西聽，我知你咩原因，但係你唔好問我係邊個，呢個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而家邊個同你一齊，係邊個派你去，你代表邊個，同埋我叫你做啲咩嘢，呢啲先係重要。你留心呢啲，你唔好諗我係邊個，我有冇能力，你諗下係邊個叫你去。同埋點解我能夠俾你有保證？呢啲先係最重要。而且神俾佢個證據就話：我叫你做嘢，你一定做到嘅。你必在這山上嚟敬拜我。即係嗰啲事，呢個事咧，將來一定會成就嘅。結果後來真係成就。即係話定個結果俾你聽，定心丸一定得㗎。弟兄姊妹，你出去傳福音咧，你唔使驚有幾多人肯聽你講。你所撒嘅種子將來一定開花結果㗎。只不過你未必一定知道。係神嘅負嘅責任，你唔使你自己驚話，哎呀，我嗰日出去都冇人聽我講，咁我失敗。唔係，神就係要你出去講啫，去見證啫。之後嗰個人喺幾年幾日同邊一個相遇嘅時候，佢先至真係決志，係神嘅決定。因為領人歸主係聖靈嘅能力，唔係我哋嘅口才。所以摩西呢度都有個欠缺，以為哇揾我去講，我第一次40年前一講就一做嘢已經出事啦。今日你仲叫我去，仲再碰壁，我冇咁板咁樣，佢會咁諗，用人意嚟諗。所以神第一樣就話聽，先解決你嘅心理嘅問題。今日係邊個叫你去做？係必做啲咩嘢？唔係你以前嗰啲噶啦，唔同噶啦，嗰啲唔緊要噶啦。咁啊，摩西就即刻就問啦：如果你叫我去做就冇問題嘅，咁你係邊個啊？咁所以佢3章11節，摩西對神說：我到以色列那裏，他們會對我說：你的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佢問我叫你嚟嗰個叫咩名啊？講唔講得出先？咁我對佢講咩好咧？我真係唔知點講喎。佢心入面知道佢哋祖宗有個神，但係到底呢個神嘅本身冇真係佢第一次見到神嘅時候，咁我點樣？即係佢冇經歷神嗰種嘅經歷啊，所以佢就會有個疑問啊。我點樣同人哋講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生活中一路都冇曾經依靠神度過一啲嘅生命嘅見證，你係好難傳福音㗎。你話俾人聽，哎呀，你信耶穌啦，信耶穌得永生，你覺唔覺你自己得永生先？我都唔係好覺喎，咁啊弊啦。你自己真係要有一種經歷。弟兄姊妹，我真係要知道，我哋信耶穌得永生咧，唔係將來嘅事，係喺今生你嘅生命已經開始，你有個生命嘅轉化嘅，有個轉變，你感覺到你唔同嘅。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同以前一樣，大話照講，壞事照做咧，咁就唔得啦。只係求神賜我平安嚇，我豐衣足食之後咧，我退休先去教會啦咁樣。呢啲係宗教思想，我哋傳緊嘅係與神嘅關係，唔係宗教。所以等於我哋，如果真係你有咁諗咧，你就重新要諗啊。所以呢度摩西問神咧，係問得好有理由㗎，佢好誠實。所以神冇怪佢，神就對摩西話：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這裏來。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發我到你這裏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中間嗰段咧就係以色列人知道嘅，佢哋知道佢嘅神從亞伯拉罕開始，神向佢顯現，一路話祝福佢嘅後代，透過應許嘅後代以撒，同埋神揀選嘅雅各之後嘅12個仔女，神嘅12個支派就係神揀選佢哋，所以覺得佢哋被揀選之民。佢哋有呢個保證喺心入面，佢知道。但係其他耶和華神嘅名就係自有永有，佢嘅名直到萬代，係永存嘅獨一真神，係天地萬物嘅創造主。佢哋唔係好知，或者知啲唔知啲，所以後來要頒布10誡就係呢個原因，解釋清楚俾佢哋聽。佢哋唔清楚，所以我哋傳福音之後，唔好淨係領人祈禱認罪悔改之後，要教導佢耶穌所講嘅，凡耶穌所教導的都要吩咐他們遵守，要教導佢哋嚟到遵守耶穌所吩咐嘅說話。
呢個係非常重要嘅 follow up， 讓人嘅靈命嚟到成長，係要繼續跟進嘅。呢度佢就話：我係自有永有，我係點嘅神咧？係唯一嘅獨一真神，而係我創造天萬物，唔係人嚟創造我嘅。啊，所以耶和華呢個字咧係翻譯嚇，就係自有永有意思。個原意就係喺希伯來文入邊嚇。啊，今日唔係神學班，我只係簡單解釋英文嘅意思，即係話 I am who I am， 我就係我。咁你聽上嚟，中文聽就好奇怪，我就係我咁啊！流行曲都有首啦，我係我就得啦咁樣，我係我仲係一個罪人咁啊唔好嘅喎，神我係我先係好嘅啫。咁啊，原來希伯來文咧嘅字母咧，如果對稱翻譯去做英文字母咧，當時佢講個字咧就係 YHWH， 係完全冇響音嘅，所以好難讀嘅。所以後來啲以色列希伯來人嘅學者咧就加個響音 A 同埋 E 喺中間，就可以發音讀 Yahweh 嚇 Yahweh 呢個字，一路翻譯到希臘文，再翻到拉丁文，轉翻，跟住最後翻到英文就 Jehovah。佢哋用個音就拉佢，所以已經變咗好多下噶啦。所以到和合本翻嘅時候咧，就從 Jehovah 呢個字讀過嚟，可能佢最多翻個音唔知點讀 Yehovah 啊，我唔知道，所以變咗耶和華耶和華。所以耶和華就唔係話神嘅名，真係叫咩華咩華嚇，同我鄭嘉華冇拉楞嚇啊，同啲明星啊劉德華啊、曹達華咁任達華咧完全唔關係啊。咁啱線佢有個華字啫，所以我都好感恩啊，我都沾到少少光啊，但我唔係個妄稱神嘅名，所以你叫我鄭嘉華好啦，千祈唔好同呢個拉上關係啊。所以耶和華係個音嚟嘅咋，記得佢意思就係自有永有，佢就係獨一真神，係創造萬物嘅主，冇人創造佢嘅，佢係唯一係最初，一切都係佢創造嘅。要記住呢樣就係神嘅最重要嘅特性，創造宇宙萬物嘅獨一真神，冇第二個。有機會再同大家再講喺聖經入邊就主神啊嗰啲好多名字啊。耶和華呢個名字咧喺個發音咧喺舊約入邊咧用得最多嘅，意思就係自有永有，就係創造天地萬物嘅獨一真神嘅意義嚇，叫佢話俾以色列人聽。咁以色列人就多樣嘅新嘅學咯嚇。咁然後佢將所有嘅整個計劃話晒俾佢知道，同埋話俾佢聽咧。起初埃及王一定唔會聽你講嘅，一定唔俾你帶以色列人走嘅，一定有困難嘅。所以咧你要記得係因為我必與你同在，你先可以做得到。如果萬事順利嘅，好多人都係覺得咩嘢都我自己做得到，我唔使靠神咧。我哋唔會記得神嘅重要性，就係因為遇到困難。話俾我聽，你一定遇到困難㗎。我叫你做嘢，你要遇到有困難，但係一定掂㗎。只要你記得我與你同在，同埋記得我俾你嘅使命，最後一定你嚟到呢個山，一定成就嘅，就證明我講嘅嘢係唔會假嘅，就幫助以後摩西行更難嘅路嚇。如果佢要繼續帶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咧，係更加困難嚇。當然摩西都有失敗嚇，將來有機會再講點解神最後咁忍心唔俾摩西入迦南地。摩西好想入迦南地，最後只係俾佢上個山望一望上個山望一望我聽我嘅中學同學講，今日我哋嘅嘉賓最近佢哋都去過佢今日冇嚟，唔好意思。另一位同學佢哋去到中東地方，因為以色列而家真係好唔平安，佢只可以喺約旦嗰邊嘅山望過去嚇。當年摩西就喺嗰個約旦山望過去。我話翻嚟呢度啦。摩西知道係邊個派嘅時候，佢肯唔肯啊？我覺得應該肯到啩，講得咁清楚咯。佢唔係，佢話喺第4章第1節，佢就話：他們必不信我，也不聽我的話。他們必說耶和華沒有向你顯現。點解而家明明耶和華同佢顯現咗呢？佢唔夠膽去咧咁。其實佢意思就係話：神啊，你知唔知我去見呢班係咩人啊？你知道他們是誰嘛？呢班以色列人啊，唔係咁容易應付噶。你唔知噶啦。我喺嗰度我經40年前深刻佢就記得佢40年前嘅傷痛。我哋睇翻舊案嚇。出埃及記第2章11節15節嗰度講，摩西喺皇宮，大家知道個故事啦，係咪？本來要被浸死喺度河度嘅，但係佢家姐好聰明揾個籃浮喺水度，結果就埃及嘅公主收養咗佢當佢仔咁樣喺皇宮長大，咁差唔多王子級嘅操練所以好有學問有體育運動健將一拳就仲犀利過 Mike Tyson 一拳打死人嗰種嘅運動健將嚟嘅。咁有一日呢度咁講啦。佢知道自己其實係猶太人
係以色列人嚟嘅，所以佢就想出去睇下佢啲同胞點樣咧。佢長大之後去到弟兄那裏，去到以色列人嗰度睇，看見他們的重擔，哇！佢哋做工好辛苦，又見到一個埃及人打希伯來人嘅一個弟兄，希伯來人即係以色列人嚇。咁佢左右睇睇，唔見有第二啲埃及人喺度，佢就將個埃及人就咁打死咗佢嚇，仲將佢埋喺沙土邊，以為毀屍滅跡就冇人知啊。咁啊點知第二日咧去到見到有兩個以色列人啊，希伯來人喺度爭鬥，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一個就對欺負人，即係蝦人哋嗰個大隻啲嗰個或者惡啲嗰個咧，就話：你做咩蝦你嘅同胞咧？咁你哋都係俾人恰嘅，點解你要蝦你自己人咧？咁嗰個人就話：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殺那埃及人麼？哇！摩西知道死啦，穿煲啦！唔係埃及人睇到，而係我啲同胞都走咗以前去傳，即係我自己啲人出賣我啊！我幫佢哋嗰度出賣我啊！唔係佢哋傳。點解法老會知啊？後來真係法老知道，就想殺佢，放風話要殺佢，佢即刻就走佬啦。好彩佢年青有力啊，即刻走得快啊，快過啲兵咪走咗佬啦。一走到去就係而家遇見神呢個地方附近呢個米甸呢個地方，就喺今日嘅應該喺今日嘅阿拉伯半島同埋呢個西奈半島交界地方。咁就喺西奈山嘅附近。咁所以佢放羊嘅時候咧嚟到西奈山遇見神。咁佢就喺度一住就住咗40年，住咗40年。呢一句説話，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呢句説話一路喺佢生命吉住佢。我白做，我做咗醜人，我幫人好心唔得好報，仲要俾人鬧，仲要俾人奚落，差啲命都冇。而家要我翻轉頭去幫呢班咁嘅人，所以同神講：你知唔知呢班咩人嚟㗎？表面上話佢哋一定唔聽我講，而係話佢哋以前唔聽我講咧，今日都唔會聽我講嘅。就算佢而家聽我講，我都唔會翻噶啦，因為我條氣好唔順，心靈好受創傷。咁神就開始醫治佢心靈，神好叻喎，對症下藥嚟幫佢。佢兜個彎嚟到醫治佢，佢唔直接答佢呢個問題，話呢班人到底啱定唔啱，有點樣以前嘅事。嗰件事啱定唔啱唔重要，最重要係今日神差派佢做嘅事，佢有冇依靠神嘅心？呢個最重要。喺第4章開始。耶和華就對摩西說：你手裏拿的是什麼咧？佢話我拿的是杖。當時佢揸嗰支即係牧羊人嗰支棍啦，要嚟打啲野獸嘅。咁耶和華說：將佢丟咗地上。摩西聽話就丟咗地上，一丟落地下變咗條蛇。呢隻蛇咧喺曠野入邊咧係一種非常危險嘅動物。人咧係可以好怕佢，但係亦都有啲人亦都可以控制佢嘅。有啲人識得係點樣去即係催眠啲蛇啊，嗰啲中東人好叻嘅嚇。所以佢用條蛇嚟話俾呢個摩西聽，蛇可以係對你有威脅，亦都係可以被你控制成為一個嘅權柄嘅象徵嚇。所以摩西就跳開，佢當時驚。咁耶和華就話：伸出你手來，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中變為杖框。你遇到困難，遇到惡勢力埋嚟攻擊嘅時候，你唔好驚，你要睇準佢嘅弱點。佢弱點就係佢害怕神。你靠神嘅力量去抵抗魔鬼嘅攻擊，信徒一定贏。呢個又係我喺聖經入面嘅得到嘅秘訣。我哋直接同魔鬼咧，我唔怕誘惑魔鬼誘惑我去吸毒，我唔怕，我吸2口冇事嘅。我強壯，冇咁容易上癮嘅，就上癮啦。我欺騙1、2次冇乜問題嘅，渡過難關以後我就捐翻啲錢俾政府，我就唔再呃啦。咁樣呃2次，政府咁多錢冇所謂啦。咁咁你仲計啦？呢個就係魔鬼迷惑人嘅方法。我哋要把握神，我要跟神嘅旨意做。當你完全跟神嘅旨意做就咧，就係魔鬼嘅弱點。魔鬼就喺你手上受翻你控制，變翻一支杖。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得勝就係要依靠神嘅話，唔好聽魔鬼講。當年如果亞當夏娃肯聽神話，唔聽魔鬼講咧，我哋就今天也太平啦。可惜佢哋寧願聽魔鬼講，所以神話你要睇準佢嘅弱點。捉住佢嘅尾巴，即係話我哋用神嘅說話嚟到打敗魔鬼，佢就仍然喺翻你手裏邊，反過嚟俾你控制。如此好叫他們信耶和華他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顯現了。以色列人知呢個神，但係又唔知呢個係獨一嘅真神，就係宇宙萬物創造主。而家你要話俾佢哋聽，我就係耶和華，我就係能夠喺你身上幫助你打敗魔鬼。打敗惡勢力，能夠彰顯神蹟，因為神蹟喺以色列人嚟講咧，係代表一種嘅權柄，能行神蹟嘅人咧
係一個同神而嚟一個帶有權柄嘅一個先知嘅一個代表。所以如果摩西能夠仗住神嘅能力，將佢手中嘅杖能夠行呢個神嘅吩咐嘅神蹟，好似後來佢喺埃及地所行嘅10個神蹟咧，其中大部分都係用佢嘅杖嚟做代表去開始嘅，就係神與摩西同在一個嘅明證嚇，一個明證。所以我哋今日如果我哋能夠帶住聖靈嘅權柄去做事，話俾人聽信耶穌我嘅經歷，能夠讓人哋到歸主嘅時候，呢個就係聖靈嘅所行嘅神蹟。我哋能夠領人歸，人嘅心信耶穌悔改係最難嘅，係最難，可以講係其實係我哋生命入面見到嘅最美好嘅神蹟，能夠將人嗰種硬心敵擋神嘅心歸向神，就係我哋睇到好過你見到垃圾變黃金，或者你買個股票漲10倍，呢啲唔係神蹟，呢啲係世界嘅誘惑。神蹟就係讓人嘅心悔改歸主，呢個係神俾我哋最大嘅權柄，能夠為人嚟做見證。然後耶和華又對他說：再將你嘅手放在懷裏，他就把手放在懷裏，及至抽出來，不料手長了大麻風，有雪那樣白。耶和華說：把手再放在懷裏，他就把手放在懷裏，及至從懷裏抽出來，不料手已經復原，與周身的肉一樣。又說：倘或他們不聽你的話，也不信頭嘅神蹟，他們必信第二個神蹟。因為大麻風喺以色列人當時嘅世界嚟講係最可怕嘅絕症，好似今日嘅最痛苦嘅 cancer 一樣，係好令人怕嘅。因為大麻風唔係讓個人即刻死嘅，佢種皮膚咪慢慢腐蝕個人，身體嘅疼痛不在話下，最大嘅傷痛係佢被眾人拒絕，成為一個社會上嘅人見人怕嘅，佢覺得係被人厭棄嘅。我冇生命價值嘅，要住喺另外一個地方嘅一班人咧，係好凄涼嘅。所以今日都有啲地方叫麻風村，喺中國大陸都有嘅嚇。係我入到，尤其喺印度咧，好多人話世界即係啲衞生唔好嘅地方咧，好多人係患呢種皮膚病，係相當慘痛嘅一種皮膚病，讓人嘅心靈咧受到好大嘅傷害嚇，好大嘅傷害。所以能夠一瞬間就能夠治好咧，當然係一個神蹟。呢個係俾摩西一個好大嘅一個鼓勵。靠住神吩咐嘅話係可以行神蹟嘅，係可以行神蹟嘅。嗱，記得摩西可能行神蹟唔係行佢自己想要嘅嘢，唔係話我就萬事如意。弟兄姊妹千祈唔好，我哋有帶着神嘅權柄行神蹟咧，唔係神俾你呼風喚雨，好似茅山師傅咁樣叮叮叮叮咁即係呼風喚雨啦咁樣，忽然間就落大雨啦，唔係呢啲而係話你知道你可以靠神做事。靠神做事，呢個係最有說服力嘅最有說服力就係讓摩西明白神必與你同在，呢個係最重要，佢能夠去完成神差派工作嘅最大嘅秘訣所在。所以神就話俾摩西聽：你以前嘅挫折我了解，我知道呢班人好麻煩，呢班人係橫梗，係因為你以前冇依靠我，你靠自己嗰種嘅年青力量。你靠自己嘅學問，你靠自己嗰種嘅計謀，睇見左右冇人，你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打死啲埃及人，以為咁就解決問題。神話俾你聽，你唔好靠血氣做事，你靠血氣做事，所以有咁大嘅傷痛。今日係因為我與你同在，我教你點做咧，你就唔會再咁撞板啦，同以前唔一樣啦。咁摩西有冇被說服咧？我覺得應該被說服啦。睇到咁多事實啦連大麻風都可以即刻醫好嘅，對佢嚟講真係呢個好大嘅神蹟嚟嘅喎。咁摩西就對佢講：主啊，我向來不善言辭，即使你對僕人說話以後，你講咗咁多都好啱，好動聽，我冇嘢好答，但係我仲係冇變，我仲係不善言辭，我仍然本來就係一個笨口、拙口笨舌嘅人。呢句咧，我走去查嗰個有人研究下呢啲希伯來文學者咧，佢話希伯來文嘅原文嘅文法咧，佢意思係講直譯咧，應該係講話摩西話：神啊，主啊，我昨日、今日，就算聽日，我都係一個唔會講嘢人嚟嘅，向來不善言辭，都反映得太過溫柔啦嚇。佢係好強烈對神講：我以前就係咁，今日你講完嘢，我係咁，將來你唔使指意我會變啊！你唔好嚟呢套啦。意思係講話你揾第二個啦咁。
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又諗起一個故事啊，我諗起我啲魚嘢嚇。我第一個孫出世嘅時候咧，都成7年幾前啦。咁嗰一年咧，就我個仔同新抱咧就啱喺紐約搬翻嚟冇耐咧，就喺我哋個住緊個大廈嘅下邊有另外一層嗰度住，樓上樓下爭即係幾層樓嘅啫。咁啊，個孫出咗世之後咧，師母嗰陣時我哋嗰次翻香港啱翻嚟咧，就特登帶啲藥材翻嚟，就專係即係產後補身嘅咁樣。咁啊，日日就煲湯啊！哇！花時間煲湯，我諗下，哇！好似我都好少飲到呢啲湯喎。佢有煲湯俾我飲嘅，但唔係日日啊。咁我就妒忌啦。你日日就煲湯俾個新抱飲，咁即係，但我又唔可以飲佢啲啊，太佢補啊，飲佢飆鼻血啊。咁我忙啊，你同我攞落去俾佢，樓下啫，幾層樓啫。我好啦，我攞啦咁樣，即係都唔係好憤氣噶啦，即係又要我攞。記得啊，同佢講啊，呢啲湯咧。係燉咗幾個鐘頭啦，好藥㗎。雖然啲味道咧有少少苦，好㗎，對你身體好㗎。你又開刀咧好多，哇講一大堆嘢喎。我太太，我昨日、今日、明日都唔係一個好識講嘢嘅人。你唔好要我去講啲咁肉麻嘅嘢得唔得？係啦，原來我太太比我仲識講嘢。佢話：你唔識講嘢，你唔識講嘢就唔會當年。同你結婚嘅時候，你話俾我聽，你送啲化妝品俾我，冚唪唥都喺 Kmart 買嘅。話俾我聽，你用呢啲咧一樣咁靚嘅，唔會有分別嘅。我就信你講，到今日慳咗幾多錢，你知唔知啊？我到今日就買緊 Target 嗰啲就咁樣。我講老實話啫咁樣。我弟兄姊妹原來講老實話咧就係識講嘢㗎啦，所以唔好講大話得㗎啦。呢度等大家醒一醒啫嚇。會後唔好再問師母追問呢件事啊，因為呢件事我甚為尷尬啊。咁但係神點樣回答佢咧？神開始直接講啦，即係覺得我講夠啦，你都係仲係咩咧？我而家要直接啲同摩西講啦。佢話邊個做人嘅口啊？邊個使到人口啞耳聾？哇！即係你唔好以為你真係唔識講，你淨係口啞埋耳聾埋，你仲凄涼啊！而家你咁識同我講，你就話你唔識講嘢？邊個令你目明眼瞎咧？嗱，大家知道摩西嘅眼係好利嘅，離遠睇到啲火燒冇燒就到佢120歲離世嘅時候咧，冇老花眼嘅。我而家戴緊老花眼鏡嘅嚇，要放大睇嘅。佢從來唔使戴嘅。摩西目明啊，話俾佢聽，如果你一日盲咗點啊？即係話俾摩西聽啊！你今日你其實唔係冇能力。你係唔肯啫？到一日如果你口啞，你又眼盲嘅時候，你會唔會後悔啊？弟兄姊妹，如果今日話叫你傳福音，我唔識講嘅，我好笨咁。到有一日如果真係你講唔到嘢，我相信你會後悔。點解我講到嘢嘅時候，我唔同人話俾人聽耶穌愛我咧？你就要講耶穌愛呢4個字，人哋都會受感動嘅。所以你哋大家要小心，記得一樣。唔好意思啊，呢度有一個特別嘅。事情咧就一架車一定要移動嚇，係一個奧迪嘅白色車，車牌係 TNTYFE 嚇。如果邊一位弟兄姊妹係呢架車嘅車主，請你幫你出去移一移嚇。咁就係警告佢，你諗下，你話你冇才幹，真係冇咩？豈不是我耶和華嗎？所以你諗清楚，你而家應該去啦。我一定會賜你口才。教你所當嘅說話，你當日你唔知應該點講，唔知點做，所以打死人要走佬。今日我教你點做咧，你就唔會有呢事發生嘅，因為今日我與你同在。摩西仲話：哎呀，主啊，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即係話你叫邊個都得，但係呢個人一定唔係我。咁啊，神就向摩西發怒說：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亞倫嗎？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現在他出來迎接你，他見你心裏就歡喜，你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我也要賜你和他口才，又指教你們所當行的事。他要替你對百姓說話，你要以他當做口，他要以你當做神。你手裏拿的杖好行神蹟。嗱，呢度他要以你當做神，意思唔係話當摩西係神，而係當摩西所講嘅說話係從神而嚟，係神嘅吩咐。神代表摩西，摩西代表神嚇，摩西代表咗神，係咁嘅意思啊，唔係將摩西偶像變咗神嚇，所以唔好誤會佢嘅意思。呢度咧講一堆嘅說話咧，就係話俾摩西聽。你忘記啲往日傷痕啦，你唔好再沉醉於呢40年喺呢個曠野。呢40年嘅曠野係我俾你係預備嘅。
等你安靜嘅。而家係時候我差派你，你最大嘅難阻就因為你以前嘅傷痕克服唔到，而家你只要深信同埋依靠我俾你嘅應許，呢個就係醫治你心靈最大嘅力量嘅良藥。所以我將今日摩西同神嘅對話入邊神講嘅重點，摩西後來結果都係肯願意跟從神嘅去做，係因為神對摩西嘅承諾同埋佢應許係一定實現。3章12節一開口，神已經講我必與你同在，呢個係神要摩西一定要記得嘅。然後佢必與佢同在嘅結果就話必賜佢口才，一定會教佢講應該講嘅說話，唔係憑佢自己血氣講嘅說話，會教佢同佢阿哥已經好口才嘅哥更好更適當嘅說話嚟到因為好口才人唔做神嘅說話咧係好可惜嘅。佢哋有咗口才之後係明白神教佢哋當說嘅話而照著去做，呢個先係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唔好淨係求神俾你恩賜，求神俾你明白神嘅旨意，呢個係更加重要。好好使用你恩賜，然後叫摩西你拿住呢啲杖好行神蹟。你拿呢啲杖唔係要嚟打交，唔係成，係要嚟遵行神嘅旨意。神蹟即係話神做嘅事，我哋要遵行神好行神嘅時候，唔係話如我意，我出去就萬事一帆風順，而係話我出去能夠按照神嘅旨意去做，縱使有困難，我都係會忍耐嘅嚟到克服。呢啲先叫做真正遵行神嘅神蹟，而唔係喺度自己喺度自吹自擂高呼喺度呼風喚雨。所以好多神嘅僕人喺歷史上都係因為神呢句說話，我必與你同在，而可以繼續勇敢向前嚟到克服嘅。有好多，我只係舉2個例。第一個約書亞，申命記31章23節，耶和華吩咐嫩的兒子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領以色列人進我所起誓所應許嘅地，就係迦南地，因為我必與你同在。所以約書亞係一個成功嘅屬靈嘅領袖，即係帶人以色列人真係進入咗迦南地。第二位就係保羅，喺使徒行傳18章9至10節嗰度話，夜間當時保羅係喺第一次入到歐洲，去到哥林多城留低咗有半年嘅時間，唔係應該18個月嘅時間，年半嘅時間係建立教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因為哥林多一個好複雜嘅城市，佢差唔多對部有少少灰心，好大壓力。神喺夜間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能夠下手害你，因為這城裏有許多我的百姓。同當年佢對以利亞所講一樣，就算你唔肯做，我仲有7000個係我忠心嘅僕人會肯做。所以話俾保羅聽，你唔孤單嘅，你繼續做，一定會揾到啲同工嚟幫你手。所以結果保羅後來有好多嘅忠心嘅同工，提摩太提多西拉好多啲忠心嘅同工同佢一同嚟到係，就有路加醫生都係同佢一個好忠心嘅同工。佢唔孤單，因為佢依靠神話，我必與你同在，神會差派忠心嘅同工嚟到幫佢。最後我用呢個馬太福音28章18、20節，耶穌嘅大使命。好多時我哋只係留意前邊嗰一半，就唔記得咗最後嗰句係耶穌應許係最重要，係讓我哋能夠有信心執行大使命嘅動力嘅來源。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我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哋通常都嚟到呢度就係啦，我要做到 follow up，咁我就好好嘅忠心僕人啦。但係我點樣做得到咧？係因為耶穌應許話，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等於如果我哋唔做以上嗰啲我哋唔會經歷到耶穌與我哋同在。耶穌與我哋同在，因為我哋願意同一齊同工嘅時候先經歷到。所以我哋嘅信仰係實踐嘅信仰嚟嘅，唔實踐我哋係唔會成長嘅。我哋成長嘅時候，我哋第一個就蒙福嘅。所以今日我講話係咩難咗我哋侍奉神咧？你自己入邊諗諗下，每個人個原因可能唔同，但我都係同一個答案。你甘心樂意侍奉神嘅時候，因為你揸住神嘅應許，神話我必與你同在，必與你同在。保羅係我喺聖經入邊一個最尊重嘅最想效法嘅一個嘅忠心嘅僕人除咗舊約摩西之外，佢有一句說話好打動我。即係成日都會幫我，即係喺灰心嘅時候，我重新可以去企翻起身去服侍。腓立比書2章13節，我想今日做一個結束嘅時候，同大家一齊嚟到得到呢個勉勵。保羅佢話：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我哋服侍神係要成就神嘅美意，唔係成就我自己嘅理想，唔係我要自己眾人面前得到稱讚，而係讓神嘅名字被高舉。所以弟兄姊妹唔好忘記，以馬內利簡單嘅4個字就係神應許我必與你同在。願神大大嘅祝福大家，以馬內利。好多謝謝牧師為我哋嘅證道，願意我哋都明白當中神要對我哋各人嘅說話。而家就讓我哋大家一同起立唱呢首